中西区长汪信龙表示，中西区是咱市文化底蕴上丰富的精华地区，累积真侪民众生活记忆，参像是市场古迹、大菜市、东菜市、永乐市场、沙卡里巴、鱼市场等等，陪伴台南人行过100年生活，满足每一个家庭的日常所需。伫每一个市场内，拢蕴含着清高的人情味以及讲袂完的故事。咱台南市中西区位伫咱台湾府城的核心文化资产足丰富，比如讲寺庙、古迹足侪所以讲这丰富的文化底蕴嘛累积足侪咱的市民的生活记忆尤其是市场啦咱的菜市伫咱老台南的记忆不只是去遐消费买卖更加是一种交朋友博感情的生活日常啦为将府城菜市场的100年发展故事介绍予寡侪民众知影，中西区公所自今年3月到7月期间，办理这场来去府城洗菜市系列讲座。21号伫区公所顶场的活动，特别邀请到成功大学历史系谢世渊副教授前来开讲。安尼3月开始咱邀请咱资深作家钱秀丽老师安尼咱洗市场的方法讲到着咱的东菜市永乐市场。也是明治市场，可是阿不了市场会变迁咱5月会伫咱5月是讲即礼拜6、5月日下晡2点到4点，伫咱区所办理一个邀请咱成大历史系的谢思渊教授，嘛是咱府城一位这本美食专书的作家谢思渊教授来安利咱市场的历史。来去府城洗菜市系列讲座，除了5月21谢世渊副教授的分享，6月11以及7月2号，分别各有成功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洪秀雅以及成功大学文学院研究专家陈志聪2场讲座，分别咧讲办道师傅市场地图以及市场历史以及人文故事等内容。区公所欢迎对着府城人文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会当向中西图书馆报名。5月21。做伙来府城洗菜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